台南安平古堡400年嚟首度清洗紅磚牆，呢個亦都係台灣古蹟第一次進行清洗作業。來自德國嘅團隊唔使用清潔劑，而係以高壓熱水嘅方式清除牆面上邊嘅青苔同灰塵。喺工作人員悉心作業之下，百年古蹟重現風華。紅磚牆上邊嘅青苔同灰塵喺高壓熱水嘅清洗之下乾乾淨淨，紅磚牆嘅色澤瞬間變得明亮。呢個係安平古堡400年嚟第一次清洗，為咗環保，唔使用清潔劑嚟清洗，而係採用150度嘅高溫蒸汽同蒸汽壓力，將一磚一瓦清洗乾淨。經過調整，壓力清洗係唔會損害古蹟。來自德國嘅清潔團隊曾經係協助清洗梵蒂岡聖彼得廣場、新加坡嘅魚美斯雕像等超過全球100座知名古蹟同建築物。安平古堡係呢個清潔團隊喺台灣清洗嘅第一座古蹟，預計15日之後就會令到安平古堡嘅紅磚牆煥然一新。呢一次只係清洗紅磚牆，白牆係不在範圍之內嘅。台南古蹟終於要卸下歷史嘅風塵，重新同民眾見面。